老板娘，你这点搞有房间呢？有，你要单人间还是要双人间，还是要标间呢？啊，那单人间嘛，双人间说，我一个人嘛，肯定是要单人间了嘛。哎，标间是哪意思啊？先生，标间嘛，就是电脑房。啊，我不会玩电脑，我是乡下来呢，我只睡床。先生，那就是普通间喽。那是多少钱一间呢？80块钱。么，那么贵啊？我们这里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哦，俺们给老子来一间嘛。好的，先生。拿你的身份证来，我登记一下。我是曲阜县呢，沙头村公所流氓村哈比一走呢。我叫1号哈。哎，我说老板娘，你笑我的锤子笑，老子有你是去。我说先生啊，我不是说你没钱，我是要你的身份证来登记一下，知道吗？你不会听洋话了，我不是跟你说了个，曲阜县沙头村公所流氓村哈比一走，我叫1号哈。先生，身份证知道吗？哎，你可是要这个片片啊？对，这个叫身份证。可以了，来，给你房卡303。哎，好了，老板娘。老板娘，你这个油吃这个真不健康啊！你快点，我上个整开，快点。
板娘，你这个安排我了一夜的睡着。哎呦，我说先生啊，这是宾馆，什么医院呢？啊，这个被子床单都是白生生，你说这个停尸房的呢？人家我今天那些是活被单的噻。哎呀，真是个乡巴佬！我跟你说不清楚，你休息吧，我出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先生，你怎么了？老板娘，你叫你毛叔在哪里啊？我要耍水。哦，先生，你是要解手是吧？啊，这就是卫生间。我不是要解手，我要耍水。先生，尿尿的地方就在里边，你真是个乡巴佬。哎，老板娘，我不老，我今年才有28岁呢。快进去吧，烦死了。哎呀，老板娘，里面不得拿毛丝嘛？我的先生呐，你是眼睛不好吗？从这里尿下去呀！从这个偏门尿啊！奇怪了，那样特别的一根呀。这怎么就喊毛丝了干？瓜求他你！哎，这位先生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呀，天哪，什么人啊，臭死了，臭死了，真是个乡巴佬！天哪！303退房，检查一下。303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，好多东西都不见了。这位先生，你现在啊还要给我们400块钱？啊？400块？啊，为哪要不要给你400块呢？先生啊，里面的东西都让你给吃光了。不给吃么脑筋可真那样？哎呦，不是不让你吃，里面的东西吃了要付钱的，知道吗？来，赔你还枪。来，这是你的吹风机，这是水。这是面条，这个不叫面条，这个叫方便面。来，这是手套。我说先生呐，这不是手套，是避孕套，知道吗？哎呦，真是个乡巴佬。瓜头是哪样套，我都给你了。这个地方来不得。10块钱，我给你10块钱。你们这些地方不好啊，小慧不来了。先生，请慢走哦。我就是要走快点。